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也是炎黄子孙。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，这100多年来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所产生的两岸的几代，这样子的一个背景，我们所成长起来，对我们来讲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是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，我相信，这个比例到现在来讲应该都是多数。所谓比例就是说，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。